首先我哋介紹嘅就係 A 啦 ，A 就係 for attacking， 就係咁嘅。咁樣咧就係出咗局噶啦。B 就係 for block， 我哋可以將個波當做防禦，將人哋個波打落地下。好，咁而家介紹咧就係 C 啦，就係 catch 啦，要將人哋嘅攻擊咧成功接住咗粒波，咁攻擊嗰個咧就會出局啦。好，而家嚟試。咁呢個咧就係成功接咗嘅事例啦，咁而對方咧就要出局啦，出局。咁而我成功接住咗粒波之後咧，我嘅隊友死去嘅隊友就可以復活啦。D 咧就係 dodge 咧，我哋要去閃避人而攻擊球啦。嚟3、1，嗱，咁最後咧就係 F fake 假動作。第一場比賽開始之後，我哋要攞到波吞到條界線先可以開始攻擊。同埋記住啊，同學仔，開波前隻腳要一前一後嘅。咁我出局啦，而家佢出局。咁出局嘅人咧就要等待復活啦。咁我呢啲出咗局嘅咧，就只可以界外啲波，然之後遞俾界內嘅隊友。喂，同學冇着 P3 喎，你如果冇着啊？咁我哋咪扣分我哋冇着 P3 喎。 ？No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着 P3啊！